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极地圣境研学旅行的最后一天。每一次的研学，不管它是10天的行程，还是短短5天的行程，感觉才开始就要结束了。每一次的离别都是那么的依依不舍，每一次孩子们的成长和收获，对我来讲都是最大的喜悦。所以我特别感恩这些年教育带给我的喜悦，能够让我保持对教育的这份热情，也想让我更加努力地用教育传递爱。这次的研学也非常的顺利，我特别感谢我们普顿咨询的所有的老师们，我也特别的感谢像阿克桑杰和扎琼巴让老师这样的草原牧人，也非常的感谢屏幕前的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。我们期待极地圣境更加精彩的研学营。